确实变了，一点也不像儿时的你。还记得吗？小的时候，不管是玩游戏，还是和别的小皇子打架，还是私塾先生抽查背书，你总是偷偷暗地里帮我，只是因为我总把奶奶给我的麦芽糖偷偷塞给你。记得，我从小就爱吃糖嘛。因为成祖更喜欢三哥，便授意父皇立三哥为太子，有朝一日登上皇位。成祖又那么喜欢你，又刻意为你和三哥制造机会，后来果真随了成祖的心愿，我和你越走越远。可是我觉得齐胜对我没什么情谊啊。三哥从小就得到太多，不懂得取舍，也不懂得珍惜。鹏鹏，你从小就向着我，你的心意应该和以前一样，没有变吧？齐胜啊，虽然对我冷漠刻薄了些，但我毕竟是太子妃嘛。我如果向着你，是我冒失了。不管你怎么想，我的心意是不会变的。哎呀，热死我了！宝贝儿，给我倒杯水去。人呢？宝贝儿，回来了。看齐胜的神情，嘴角微微向左侧倾斜，不时地抿着嘴，眼睛微闭，神情淡定自如，甚至带有一丝的微笑。看来他并不知道我去了哪里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。你脸上的伤尚未痊愈，还是多注意休息为好。多谢太子殿下关心，我一定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。只是天色已晚了，不知太子殿下来我这里有何贵干啊？你是我的太子妃，我来你这儿一定要有事吗？啊，没有，只要您开心，一切随你。既然如此，你给我放松一下吧。陪父皇看了一天的奏折，身子乏透了。原来是想做马萨吉呀，哼，好说好说。怎么了？大保健不错了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有话问你。不知鹏鹏现在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啊？什么？你是喜欢温润如玉、成熟稳重，还是喜欢浪漫洒脱、年少英俊的？齐胜啊齐胜，老子什么男人也不喜欢，老子只想安安静静的做个美男子。其实喜欢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，爱是可以跨越性别的，重要的是那个人是谁。那鹏鹏觉得我和老九谁更讨女人欢心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些都不重要。天注定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太子妃了。今夜就当作是你我之间的闲聊，不必把我当作是太子。你也暂且把太子妃的身份放在一边。真的？真的。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只当作是玩笑之谈。我只是想知道，除去太子的身份，
我在你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若这么说，我就给你分析分析。像你这种成熟沉稳、冷峻腹黑的人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太容易相处。你看，你整天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，在你面前连玩笑都开不得，更别提什么情感交流了。哎，就算想和你打情骂俏，也要先练练，对着你这张面瘫脸，能不能忍住不笑？你接着说。哎呀，不过我觉得像那种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的男人，通常就很有亲和力，和他们在一起久了，你也不会觉得有压力，自然而然也就多说几句话，多开几个玩笑，久而久之呢，关系也就近了。所以，当然是这样的男人才值得女人喜欢喽。你终究还是选错了。哎，这种事儿哪有对错之分啊？啊！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早些休息吧。强公公求见。进。娘娘，太子殿下要替皇上去江北大营巡查，命您陪同前往呢。嗯。